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埔去年发生着灭门的惨案。24岁男子因为金钱的问题，杀害伊的丈母、太太甲3岁情人囝，了后逃亡去台中。死者的家属过去捌来表示，讲担心对方用精神鉴定来逃避着刑责。今仔日国民法庭来开庭审理，台大病院嘛公布着精神鉴定的结果，讲伊无精神的疾病，只有重度的嗜赌症，就是真爱跋筊。死者的家属讲，希望法官甲判极刑，还因一个公道。连小孩都下了2手。双手互扣掉的，搁抱一只狗，互人带入去警察局，伊就是犯三重埔灭门血案的凶嫌。去年5月，伊杀害太太、丈母，还有3岁情人囝。案发后，伊用因丈母的手机继续回消息，过保疑阵。判死6天后开始逃亡，最后伫台中被抓到。现场的凶嫌拢靠因某伫饲，案发后，佮偷领因太太甲丈母的存款，偷用信用卡。今日国民法官法庭开庭审理，死者家属嘛到庭关心。感觉毫无悔意吧。死者家属捌出面控诉讲，烦恼现场的凶嫌利用精神的鉴定逃避法律的制裁。即马鉴定的结果出来，医师发现讲，现场的凶嫌自细汉因老爸老母就离婚，真一搬厝，高中就开始跋筊，因为无法度适应军中生活，提早退伍，开一间麻将馆，熟悉姓陈的死者结婚后，甲丈母、情人囝带做伙。较早上班的时，捌偷摕钱去澳门跋筊，债务有300万，有重度的跋筊症。当然希望是极刑啊，对，当然也是还我自己的公道。心肝有够粗残，夺走3条人命，连3岁囡仔都拢无放过。死者家属真望讲，凶手会当得到法律的制裁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